平安。诗篇97篇11到12节说：散布光亮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因靠耶和华欢喜，呈现他可纪念的圣名。哈利路亚！我们不管是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让我们敬拜。看见流奶与你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你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称谢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要开口同声来祷告吗？我们先开口同声来祷告。你心里想说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自己认为你是什么样的神，但是你的话有告诉我们你是怎样的神。我们要呼求你，我们来赞美你。主，让你的伟大的这样全能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经历了神你的作为，你的奇妙恩典。谢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你自己认为的神是怎样的神，但是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的神。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上主天上的上帝啊，你是至大可畏，你向爱你并且遵守你诫命的人信守你的主啊，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自己的子民，是你神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过。弟兄姐妹们，要宣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天上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是至大可畏的，还有就是守约施慈爱的，就是他能够允许，他是信实一定会成就，他也是大能大力，他从各样的情况当中拯救了他的百姓，他是有大能大力的神。好不好？我们继续来称谢他，来赞美他。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所认识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天上的上帝，你是至大而可畏。主啊，你是信实的，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拯救我们的子民，拯救你的子民脱离黑暗的权势。天上的上帝，掌管万有的神，至大可畏的，是信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你的应许，因为你用大能大力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回来，让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你是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在这边称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你，颂赞都归给你。
让你的恩典、救恩就充满在你的子民的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你的救恩，认识到你的信实，认识到你的慈爱，认识到你是大而可畏，是大能大力的上帝。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宣告你是主，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主你是信实的神。哈利路亚，主你是施慈爱的神。阿们。哈利路亚。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的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唤欢迎君王
欢迎君王来降临。主啊，你就是我们世界的中心。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我们就是归属于你。主啊，我们不再漂泊。主啊，我们不是没有人要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主，我们称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称你是我们的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透过尼希米再一次来告诉我们他的恩典何其大，多大呢？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来，请。求你记得你曾经告诉摩西，你们以色列人若对我不忠，我要把你们分散到别的国家，但你们若回转到我这里来，遵行我的命令，我会带你们回来，即使你们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带你们回到这块我选择作为敬拜我的地方。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也垂听所有敬畏你的仆人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今天顺利成功，使皇上向我开恩。那段时期，我是皇上的施酒长。亲爱的弟兄姐妹，短短几个经文再次确认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即便我们得罪了神，即便我们不听，我们不忠于神，但神仍然爱我们，因为我们属于他。他会让我们分散到别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不要我们，他离弃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他是因为管教，爱与管教，多么大的恩典！如果我们的神不管教我们，我们跟他就没关系。他应许我们还回到他的身边，即便我们在天涯海角，主仍然与我们同在。他带领我们回来，带领我们回到迦南教会，带领我们回到我们被呼召的地方，就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神持续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哪有不来感恩的？有一位愿意听我们祷告，而且听进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让我们在地上国却能够活出天国神儿女身份。让我们在地上国，我们就活出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哪有不来感恩的？这是神的恩典，不然我们今天不知道在哪里，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来献上感恩，因为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开口来感谢我们的主吧！1、2、3，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你就是光，主啊，你就是光，使那黑暗的主啊不再有，因为光来了，主啊，那黑暗就不在。主，我们生命时常在那黑暗中，主啊，你应允我们的生命其实只有1/3时间在黑暗中，但主啊，我们却常常在那黑暗中。主啊，是因为你的拯救，主啊，你的力量，主啊，你圣手扶持来带领我们，主啊，你来提拔我们，主啊，在你的人生，我们觉得好像很多的期盼中，主啊，你不是给我们期望而已，主啊，你需要给我们盼望，主啊，你要给我们是从你的信心，主啊，谢谢。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信心，但主，你是我们的信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主啊，有太多时候我们真的陷入那黑暗中，主，有太多时候因为我们太自以为是。主，我们都忘记这宇宙的中心是你，世界的中心是你，但主，我们却以自己为中心。但主啊，你慈神爱所，主啊，你一路的牵引带领我们走那正路。主啊，你更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我们回转来，主啊，你就把我们从那天涯海角，主啊，你召回我们，再回到你的家中，主啊，召回到我们敬拜你、被你呼召的地方。主啊，我们失去勇气的时候，你给我们勇气，不是不害怕，那是主你激起我们，我们就去面对我们的错，面对我们的不堪。主啊，你看我们为宝贝，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是你手中的宝贝。
世人看不起我们，但主，你看重我们。主啊，这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他们看我们为不看重，把我们丢在一边，看不起我们，藐视我们。但主啊，你就是看重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是什么人，你竟然看重我们。主啊，甚至你呼召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感谢，来赞美你。让我们重新再回到你的殿中，让我们重新站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何等的恩典！主，谢谢你再次挽回我们。我们说，主啊，在你的家中何等的好！主，在祷告中，我们再次与你连结，经历主，你是恩典满满的主。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而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说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谢谢你，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转就大大充满。不管我们现在是喜是忧，是我们在人生的低谷，又或者我们现在有美满的家庭，主啊，你实在双手都一直怜悯着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要献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保守跟看顾。耶稣，恳求你大能扶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恒手安慰我，拥抱我。
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不去做经历的困难，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耶稣，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是这条路，你与我一起走过。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你在重新以前拣选了我。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就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丰盛广阔之地，你恩典总有我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都让我看到你的心事，终学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都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终于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中吗？不论我们现在是在健康，是在失落，是在失望，甚至就在病痛当中，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吗？我们如果相信，我们真的是要再次在主的话里面来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上主啊，我日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人民呼求，请眷顾我，听我的祷告。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我的祖先和我都犯了罪。我们恶意反抗你，没有遵行你的诫命，没有守住你借你的仆人摩西颁布给我们的法律诫命。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就像这首诗歌说的，神的时候跟我们的时候好像没有一致，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好像没有一致，我们就好像那射箭射偏了的人，每一个人有意无意都失了准，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帮助我们来经历那个 Kairos， 那个神的时机，那个神的心意。当我们愿意真实交托，把我们的不愿意、不相信、不可能、不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要亲自来彰显，也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回到他的时机里面，回到他的心意里面。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向你感谢，向你来到心里所想、所做的，主啊，就你的宝血来洁净、赦免我们，让那一些不属神的思想、情感、意志、行为，神你自己来挪去、拆毁，让我们重新建造合神心意的思想、情感跟意志，让我所做的都能够合乎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审视。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主啊，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走在主你的前面，走在那偏离主你的道路当中，甚至我们走在我们自以为是神的道路中。主，我们要向你来祷告，向你来认罪，向你来悔改。主啊，你真实的将你的话语带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真实的要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更是在这承认软弱当中，知道主你那不变的应许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主你那最好的时机，当我们愿意等一下，愿意多一点，愿意来跟随主啊，你的心意看的不是那多一点，等一下，或是来跟随，而是主你看见我们的愿意。主，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感谢，因为是你先愿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领受这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经历这信实的应许、不变的应许，这个按着主你最好的时机所赏赐的应许，今天就要应验在每一个寻求你的弟兄姐妹当中。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回转向你。主，你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主，你按着你的信实跟你的公义，你饶恕我们，你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罪，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你更是在这救恩当中，那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就临到我们当中。死不是结束，罪不是结束，不是终局，而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才是终局，而是耶稣的得胜才是终局。主，你今天也邀请我们，将我们自己的需要，将我们自己的软弱，甚至像今天的经文所说，我们故意得罪你。主，你看见，当我们愿意承认，主你的心意是怜悯。主啊，你将我们赎回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这首诗歌，每一个最好的时机都在主你永恒的计划中，我们要一起透过祷告来经历。今天在这里的祷告是再一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相信。主啊，再一次承认我们要回转向你。
再次承认你才是掌权作王的主。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为国家恳求保护连续的祷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首先，我劝你要为所有的人向上帝祈求、祷告、代求、感恩，要为君王和所有在位的人祷告，使我们能过着安宁、和平、端正、虔敬的生活。再读一段经文。正义使国家强盛，罪恶是民族之耻。正义使国家强盛，罪恶是民族之耻。是的，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国家社会来祷告，就像这边说的一样，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君王所有在位的人祷告。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为我们的牧者教会的头牧者祷告。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的国家的头，为着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他们需要我们来为他们祷告，他们需要听到福音，他需要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就一起来为着求主能够来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无论是中央或者是地方，在各样的局势，在面对疫情、边境开放、中共以武力和经济的威胁办台的危机中，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也为着疫情下危机下面的这些的外交、内政、国防、经济、防疫、医疗的应变，也求主能够借着年底11月26号的地方公职大选，秉公义掌权在这当中，选出合神心意的人，也为着台湾的晶片产业，它能够不受冲击，仍然保有那个优势，也求上主的平安能够在台湾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无论是认识神不认识神，都能够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在位者来祷告，一起开口祷告。为了总统，为了执政团队，为了各县市首长来祷告，也祝福，赐下合一的灵在超越政党，说是同心合一的，为了这块土地，为这地的百姓来谋福利，说一同来抵抗外来的这些的侵略，这些的威胁，这些的搅扰。人民求你来赐福，说我们的命运是在你的手中，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他们在谈论我们的未来，谈论我们的命运。主啊，求你怜悯，让我们在面对这些的危机的当中，神你是赐福、保护、看顾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遍地布满了神你的能力，宇宙万物更诉说了你的神奇、你的奇妙以及你的伟大。你是创造每一个人的主，你是创造，你更是在各地施下你的智慧、你的平安、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以及你所创造的一切的主。你是大君王，你是大元帅，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全人类的主。主，谢谢你，你不仅仅创造我们，你也创造了那一些不认识你的人。主，我们要在这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台湾这个国家，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为着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院长，为着我们的执政党民进党，为着我们的在野党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民众党，主，我们要为他们每一个人来祷告，因为他们需要认识你，他们需要认识你，因为唯有认识你，才能够去处谦卑，才能够有更好的智慧去行下最好的判断。
对这个台湾、对这个岛屿上面有利，对这个人民有帮助。主，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主你施下你的慈爱，施下你的谦卑，在这每一个执政掌权的人身上，无论他们认不认识你，他们都是你所创造。求主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耳，让他们谦卑的听进他们身边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对他们的劝进，对他们的谏言，让他们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让他们做出的事是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帮助这个社会，并能让人民在这个台湾这个岛屿，你所赐的这个美好的岛屿上面安居乐业。主，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求主，我们也为着他们身边的基督徒来祷告，求神你兴起他们身边的基督徒，愿意勇敢的开口向他们来传讲神的福音，愿意说出那公义的话，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无所畏惧，让他们靠主的名来向他们的老板，让他们的主管来说出正确的话。求神来祝福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让他们每一个人、每一步、每一会，他们在做任何的决定下面，都能够带领台湾，能够让台湾的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都能够以平安来代替恐惧。主，我们求神来祝福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块岛屿台湾，让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运用神你所给我们的优势，让我们扩大我们的优势，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学习如何谦卑，学习如何的在这个岛屿上面，我们说出荣耀神的话，做出荣耀神的话的事。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时常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中，都为着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来祷告，好叫这些的话语能够渐渐的传入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也听见，也认识我们这伟大奇妙的救主，这智慧的君王。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Amen。好，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为世人祈求，要成为一个守望的人。是的，主啊，我们不仅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也要为国际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你们当中征战着的欲望来的。雅各书4章1节还有一处经文：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为善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悲伤、哀痛、哭泣，要把欢乐变为哀哭，喜乐变为悲愁。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提升你们。真的，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为国际情势守望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乌俄战争的平息，普丁能够停止动用核武威胁，希望能够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第二个，我们要为台海、南海、黄海区域的安全，这些地方都是在我们台湾市周围。世界的局势改变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区域，求主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来掌权。第三个，我们为北韩试射弹道飞弹来所造成的威胁来祷告。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到你无法想象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恳求主来掌管这个科技的发展。
第4个，我们要为地球暖化、温室效应所引发的灾难来祷告。我们知道整个地球的因为温室效应的反应，很多不该有的都已经产生了，不该来到的它也已经来到了。主啊，真的是求你掌管这一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心尽性的在自己的所能上面，能够为这个世界、为这一块土地来贡献我们自己小小的一份心力。请大家同声开口来祷告。好的，主啊，我放你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了这整个国际来寻求你。主啊，恳求你伸赐福透过这个地球村，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为这样的一个疫情守望来祷告，为这个情势来守望来祷告。感谢你，愿主来伸赐福。再一次的恳求你的帮助，国际情势会影响到我们的区域的安全。主，求你除去一切这些不属神的这样的一个仇恨、对立、伤害。主啊，我们要向你祈求，主，在我们所不知道，在我们邻近的地方，甚至在我们离我们远远的地方，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像蝴蝶效应一样的，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恳求你怜悯人类，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犯下了那无可赦免的罪。主啊，恳求你，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求你让这个核武战争不发生，它不会产生的。主啊，我们大声的向你呼求。因为这个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主啊，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么快速的时候，主，我们唯有仰望你，也唯有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恳求你帮助我们，尤其是在太平洋的西岸，我们所处的这个岛屿链上面，主啊，恳求你让那个野心能够降到最低。我们人类所求的乃是上帝，你要我们在那和平共处的环境里面，造就出美丽的人、美丽的土地、美丽的境界。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完成，能够使这一切不该发生的，它就不发生；不该产生的，它不应该来到。让我们每一个人类，尤其是在台湾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要大大的向主你来恳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帮助我们，不然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看待，如何去面对所要将来的一切。主啊，我们所无知造成的，我们的过度使用所造成的这些浪费，甚至产生的那些污染，主啊，求你将这减到最低，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改善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或者是环境。主啊，我们运用的这一切都是会造成我们将来无可弥补的一切。主，求你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现在的人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能够尽的一份力量上面尽自己的心力。主啊，也许我们真的是无能无力，又犯了罪，但是恳求你用你怜悯慈爱的心包容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深处的反省之下，将这一切带往那更美好的境界，带往主你所要我们所做的。主啊，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不管是为了国际这些的情势来祷告，因为它对我们的安全都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特别要为着我们的环境、疫情，我们面对这些看不见的病菌，我们如何去做防护？我们特别来为医护还有防疫人员来祷告，因为在第一线的过程当中，他们要面对很多这一些的压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来宣告神的话语，有2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起来。
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对他的子民说：回来吧，安心信靠我，你们就得安全，静静等待我，你们就有力量。但是你们不愿意。但是上主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们，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人多么幸福。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在等待人去依靠他，等待人回转归向他。我们要特别是为了边境在开放的过程当中，许许多多这些的变异株，特别最近台大公卫这个教授说 XBB 这个最新的变异株可能在元旦会造成一波新的流行哦，所以就呼吁大家要口罩戴好，因为我们看到在研议要开放这个脱口罩等等这一些的政策哦，其实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面对边境开放之后，各种病毒也不断的在变异，我们恳求神来施恩怜悯哦，特别是开放之后医疗量能这一些的压力疲乏。我们恳求神让这些的医疗人员能够重新得力。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有许多这些医疗人员这医生还有护理人员，我们特别为他们，如果你知道，你可以为他们来守望来祷告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染疫环境之下，求主让他自己的宝血来遮盖也面对这样医疗的资源短缺我们看到这些的疫苗不断的在更新，但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是好吗？还是不好？我们看到好多打完一些次世代的疫苗，新的疫苗都有造成一些的副作用。人在恐慌当中，恳求神来怜悯。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为这些医务人员、为这些防疫人员来祷告。他们站在第一线，他们面对这个冲击压力，开口同声来为他们来祝福、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恳求你施恩，因为我们百姓不信靠你，他们靠着自己，靠着能力，靠着资源，靠着人的作为，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有限。我们求神来施恩怜悯，求神施恩来护卫着我们，特别是在许许多多这一些在开放边境的时候所带来一些的变异的病毒。主求你怜悯台湾，怜悯台湾让我们面对这些的医疗的短缺资源的时候，站在第一线的这些护理人员，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怜悯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得平安。因为你是等着人来依靠神你的能力，你的赐福，你的保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面对这看不见的病毒，这一些的敌人，主只有你能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你才是我们的拯救，才是我们的帮助，才是我们的资源。神我们不能只靠人，靠这些新的疫苗，因为神你在掌权，你在掌管所有的资源。特别我们为了这些的医疗人员、防疫人员来祷告。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站在这样的第一线，他们要面对这些的病毒，面对压力，面对高风险的传染的环境。主求你施恩赐福，你用你的恩惠成为盾牌来保护看顾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病毒的威胁，在那软弱疲乏的当中赐给他们重新得力。主谢谢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随时倚靠你，让我们的百姓随时来倚靠你，因为你正等着我们来倚靠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护卫着我们脱离这些的不断变异的这些的病毒只有你能帮助我们而且你所帮助的是没有副作用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接着为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与商家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
上主降福，使人富足，单靠劳碌不能致富。愚妄人以作恶为儿戏，明达人以智慧为喜乐。在这个疫情以及世界经济的诡谲变化下，我们要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眼光、智慧跟平安、信心跟勇气来面对我们的困境，也要依靠主有能力来重整一切，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关系、物资和盼望。我们知道，在这疫情以及这大环境之下，目前很多人的经济、健康、人际关系等等，通通都受到很多的损失。经济不是只有劳工人民会受伤害，老板、企业家同样也都在受到伤害，他们同样也在为了他们的经济来苦恼，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他们的人际关系来苦恼。这是我们所有人必须要一起共同来承担，我们要一起来面对。我们在这边，我们就为了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所面对的经济，还有人际关系等等等等一切我们所失去的，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同声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是为我们所有的在开店、在经济上，所有的百姓在面对这样的疫情，可能要放五薪假，他们的家庭经济，做老板的要为员工的生计来谋福利。主啊，求你的怜悯，神是我在整个大环境的不好冲击还有经济的海啸。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施恩施福，怜悯这个时代，因为人不能单靠自己的能力，是吧？唯有敬畏你人，无论大小，求你必赐福，求你必让我们来回转归向你，让我们依靠你，因为你使人的是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很多人都受到这个疫情的搅扰，受它的影响非常的重，甚至于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公司面临倒闭，甚至于有些人失去了与神你的连结，不再来教会，因为他不敢到人群多的地方。主啊，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失去了许许多多，就如同撒旦的权势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去面对，但是唯有主你的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主，你会把我们在头上的这个乌云，这个阴暗的权势把它挪开，因为主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凡靠着你，凡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气的，凡事都能行。我们不管在未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必刚强壮胆，因为主你的恩典慈爱，你丰盛的领受，丰盛的恩典，我们都必将领受。主啊，我们在这期间，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的经济财产受到很多的损失，但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智慧，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走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主啊，我们在这边求主你帮助我们恢复与你的关系，因为在这个疫情时代，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活，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完全全都投入在其中，而忽略了与主你一起同在，与主你来连结。主，我们求主你来赦免，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恢复与主你的关系。还是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现在这样越来越富足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灵力，我们身体有比较强壮，有比较好吗？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灵力有一样跟着富足吗？那我们现在为了我们的肢体，还有我们自己的身心理健康来祷告。那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你们当中有遭遇痛苦的吗？他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吗？他应该歌颂。有害病的吗？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替他祷告，奉主的名替他抹油。我们要为了肢体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来祷告，那也要为了家人能够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包容来祷告。然后在失去亲人的一个家庭里面，能够得到圣灵的安慰。我们一起跟我们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人正在经历了病痛的一个折磨，求主来亲自来施下医治的大能，让我们的肢体能够领受到主的恩典，得到医治。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个家庭中做主，让每个家庭都得到和睦，家人之中都能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包容，并得到主的赐福。主啊，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特别是在失去亲人的时候，特别的软弱。求主在这个时候降下圣灵，亲自来安慰我们遗族的灵，让遗族能够快快的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是在主你的身边，他是非常快乐的在生活着。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持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是我们既然是肢体，那么我们的头是谁呢？当然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互相是肢体，所以我们要一起用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来说：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如果我们的身体最重要在于头啊，我们头不管是血栓或者是出血，或我们的头里面任何一个地方塞住，我们肢体就动不了啊，我们没办法说话，我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为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灵命更新很重要。那我们的肢体之间也不要打架，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教会是有一个舞蹈症的人呐，小脑这个真的衰弱哈，让我们是可以平衡的我们是能够有所作为，所以我们需要同心合一，让基督的身体在这世代，在我们的社区，真的是能够走遍，爱要走动，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社区可以来走动，特别在我们新会堂。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了执政的执照以后，我们能够正式来启用我们的宣教的事工求神来帮助我们有智慧，百般的智慧，在这世代社区跟牧区一起连结，赢得灵魂。特别在明年，我们正在计划。上个礼拜，感谢神，让我们核心同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计划行事历，或者是我们计划神启示我们要做的各部会、各牧区主所呼召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事工跟预算的编制能够合神心意，以基督的心为心，为每一位选出来的长职、协会、理监事及志工队各这个核心的同工，愿我们在主的基督里面，主我们真的是各尽其职，让我们合一建造主的教会。主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就是我们教会的头。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说，主我们真的是得罪你，我们很多的时候，主我们的教会真的被这社会的世俗化，主我们有时候我们做的决定，主也像这世上一样，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心，主被你所充满，主也让我们真的是恢复那个起初你呼召我们的那个心，我们要尊主为大，主特别在这关键的时刻，主我们要恳求你的圣灵，主使我们真的是知道看见那主你所不喜悦的，主砍断所有的这些锁链，这些捆绑辖制，主拆毁在教会当中所有隔断的墙，主使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在世代能够站起来，主我们不要各自为政，主我们要同心合意，重新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主我们夺回主你在教会中的权柄，主使我们教会成为这城市国家的光跟盐，主仰望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再次用你的话语，主使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是有根有基。主你再次来启示我们你的儿女们，主我们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谢谢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的身子。主我们互相为肢体，虽然我们肢体很多，但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愿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坚持己见，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们还看自己比别人强，甚至增进骄傲漠视，我们彼此争闹，使我们的肢体分门别类。主这一切都会让你的身体、你的教会分裂。主我们得罪你，恳求你赦免我们，使我们的教会完全停止这些。主我们要以基督你的心为心。主我们就只有一个心字，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受教的心，我们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连结于你，恳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冲破这个黑暗的权势。主我们在这个时代要赢得你所在意的台湾人民的心，使我们有福音成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盼望，我们所有问题的解答。谢谢你再次使我们合一，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你。我们愿意让主你来带领我们的教会。2023年，主就从现在起，主你的众同工们，主你所兴起呼召的同工们，主让我们回应你，也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
我们不是不害怕，不是不惶恐，但主，我们说我们愿意去面对，让你的圣手扶持带领我们走，使我们的教会再次升级突破所有的锁链。主啊，让我们奔向主你给我们的宣教的意向，让你的福音广传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社区成为光，成为盐，让人看到那个盼望拯救之光。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自己祷告，特别是为基督徒被兴起成为守望者来祷告。我们一起读腓利门书1章4到6节。我在祷告中纪念你的时候，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听说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你对主耶稣的信心。愿你与人分享信心的时候，能产生功效，让人知道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是为谁做的？是为基督做的，而基督已经先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成为教会，我们要成为一群被差遣出去、被差派出去的群体，我们要先建立自己的生命，先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要迎接神的荣耀，破坏撒旦的诡计，兴起代祷的勇士，为教会及社区、城市来守望。也让我们在代祷中，在刚刚所祷告的事项中，很重要的是每一次的决定，每一次祷告中的决定，每一次行动中的决定，是愿意顺服神的主权。我们一起开口，我们要为基督徒们来祷告，为我们自己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就是我们来谢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用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祈求是要用信心来经历，用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不动摇的信心。求神来把这样不动摇的信心放在你我的当中。来，手借给我。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
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我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旷野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人的坚持，你有你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人的坚持，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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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人的坚持，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人的坚持，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人的坚持，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白所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主，你必为我们征战，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即使是在困难当中，即使是在软弱当中，我们何时靠着你，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必得刚强。愿主恩典够用，愿主的能力充满，愿主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面对困境，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突破再突破，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都在我们身旁帮助我们，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耶和华以便以谢的神。谢谢主，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不断的领受你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弟兄姐妹，请坐。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